如果你預算係60-70萬，我覺得冇必要去到中山嘅三鄉以及神灣啦。喺我哋珠海市就滿足到你嘅要求啦。2房單位，呢度16-7分鐘，保證能到南平華發商都。總價由130萬降到而家65萬，首期只需要9萬蚊，月供2600蚊，平過租樓啊！呢度揸車3分鐘就有個大型商場已經開業啦。我哋睇翻呢度嘅視野，毫無遮擋，西南朝向，客廳3.2米嘅開間。同樣，我哋嘅飯廳右手邊擺4型嘅餐台，左手邊可以放餐邊櫃。門口呢個位置更係贈送咗生活陽台，擺洗衣機、鞋櫃、收納櫃已經全部幫你做好咗啦。精裝修交付，而且係現樓，仲有5個月時間咧，你就可以收樓入住啦。過翻嚟睇下廚房 L 字型嘅佈局，交樓3件套配備齊全，可以放雙門嘅大雪櫃。成間屋每一個角落，無論我哋嘅廚房、洗手間、客廳2間客房，都係光線充足嘅。而家入翻嚟睇第一個客房，大概有9個平方咧，贈送飄窗台，望出去嘅視野咧冇任何嘅遮擋。呢個位置做書台，左手邊做到頂嘅衣櫃。通過鏡頭，我哋睇下右手邊嘅洗手間，所有嘅都係交樓標準咧。嚟到主人房呢一個位置，大概有10個平方，我比較中意佢贈送咗飄窗台，因為坐喺度望到冇任何遮擋嘅濕地公園，以及樓下生態環境咧都係比較舒適嘅。3邊落床位，到頂衣櫃，珠海市嘅新房。大概係25分鐘到拱北關口，總價只需要65萬，真實放言，首期9萬蚊，月供2600蚊。我哋小朋友嘅書包問題、周邊嘅醫療、教育，全部都係齊全嘅。有興趣朋友評論區留言，拜拜。